大家的事是，顺着刚刚的气氛。刚刚那个。对啊，顺着刚刚的气氛。所以是唱李军好。好。好，那你讲一下是什么？李军啊，李军怎么写嘞？就是入啊，进入的入，跟豆浆的浆。那什么是李军呢？就是稻子啊。稻子，你没有看过稻子开花吗？我有看过。我的手机里有照片，没有看过，等一下可以给你们看。可以在这边看。没有，可以等一下私底下我们来看。每一颗米啊，前面其实都会开一个小白花，一天大概只开30分钟，然后大概10点多它就会收起来了。那有一天有入浆那天，入浆发生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再开花了，因为它会从那个米鞘，然后变成米，就是那个米壳里面就会从根部灌一种白色的米浆，灌到那个米鞘里面，然后那个它花就会收起来。然后那个米鞘就会变成米，就会变硬，里面白色的那个就是我们吃的米。那这个事情叫李菌，就这样子。好像上自然课哦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写李菌呢？这样子，好，可以拿来讲。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像在讲女孩子的青春。非常美丽，然后非常短暂这样子。然后，当他碰到他心爱的人的时候，他就愿意把花收起来，然后变硬，就是再也不需要用花朵再去吸引别人这样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他说，花收变的免够美丽，甘愿日长我是你的。听得懂吗？好，花收。变硬，免够美丽，不需要再美丽了。我不需要再美丽了。甘愿你今我是你的。这样我就想到一个。嘿，应该要给他麦克风，我就觉得今天要给他麦克风。我觉得不适合，但是我想到如果男生唱的歌应该是出揪背上。哎呦，太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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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来都有查过身份证的，都查。可爱的女人没错。好，来，我们整个气氛就换成另外一个，变成粉红色的气，对，变成 open eye 了，知道吗？对啊。世界首演哦。对，今天的台语歌是世界首演，就是今年我们会对，今年我们会跟白爱姐出一张台语专辑，对，这是历史性的一刻。